再来看要去高雄寿山哦，已经会经过万寿路，常常拢有汽车也是奥多摆伫落街时，用真紧的速度驶弯，或者这经过的车哦，拢是感觉真危险。虽然警方表示讲，因无接到报案，严格调监视器，确实是有违规的状况，卖来处理。 白色车辆驶伫高山区万寿路落街的时阵，高速过弯发出真尖的声音。无偌久，搁再一摆转驶，高速驶去哩整条道路，引起民众的注意。因为这条路是通往高雄寿山甲动物园的重要道路，假日有真侪游客。无要顾名民众讲，只有伫假日的下晡，拢会当看到竞速，不管是汽车也是奥多摆。 表说毋是讲一工尔，迄个表说是这本来个月的代志。只有你若要翕相，下晡3点来，你就绝对翕得到。视线看不到，容易危险，然后压车角度有时候可能超越双黄线，然后跟对向相撞，那或者是速度太快，可能一下子就撞到山壁。 警方表示，这案件无人报案，毋过驾驶有快速超车等等明显违规的事项，会当罚6000到24000块。已经通知车主到案说明，嘛要排除以公共危险罪方向来侦办。 已锁定车牌，将通知车主到案说明。全案依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危险驾驶自担举发，另研议刑法185条公共危险罪侦办。 根据统计，这路段1月到今麦有过28件交通事故，当中导致19个人受伤。虽然时速是40公里，但是常常看到车辆超速，尤其过弯的时阵接近90度，搁再有车辆竞速是更加危险。警方嘛会持续针对这路段拦查临检，呼吁民众都要慢慢来驶。记者王柳婷、陈显坤报道。